由于常州历史悠久，再加上部分群众语文老师死得早，导致现在常州方言出现了很多不明觉厉、男模女优、指桑骂槐、张冠李戴、词不达意的情况。今天我们将正确的教大家使用常州方言。伸后脚是指事先留后路，并不是字面上把后腿伸出来让路人摔一跤的意思。在谢普朝83回中就有记载。第二个词都开始走了，就开始伸后脚，像抬了起的。下载类是指搬弄是非、信口胡说，语出《红楼梦》63回。在遇到那些爱国汉子吃个人，吵吵闹闹的，闹来闹去，白日之外说喊住个人，洗到的眉毛都脱落了。脱亦可写成退，脱毛的意思。比如我那个姐姐一起量的绑好调料，绑了地外包了，压一压，等它挑上来，然后上一刻，洗到的眉毛都脱落了。比喻鲜美到极点。欧米，千万不要把南无阿弥陀佛联系在一起，这可是常州特色方言，它的意思其实是活该。最后，请允许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广告，每周一23点10分锁定公共频道，记得关注《闽说往事》。